想告樓上業主定係告法團？未做好呢幾樣嘢，隨時輸咗官司又嘥錢。無論執行強制令定係入稟土地審裁處告法團，法庭睇嘅都係證據。由第一日開始，你必須要建立完整嘅證據鏈，當中包括滲水日誌，詳細記錄咗日期、時間、滲水位置同埋嚴重程度。另外仲要包括專家報告啦，要揾專業人士做測試同埋報告。測試包括色水測試、紅外線掃描等等。另外，所有嘅溝通記錄都要做好，書面信件、電郵、掛號信、收據全部都要留底。最後就係送達證明啦，所有法律文件嘅送達細章都要保留。如果勝訴後對方依然拖延，你仲可以向法庭申請額外損害賠償。有齊證據先至可以喺每個階段有足夠嘅底氣。唔想再俾人當水魚？即刻點擊下面嘅連結，睇我完整影片，學下點樣自救啦！